大家好，今日呢條片我想同你講一樣嘢，冷靜，唔好太快，唔好太興奮。我知道睇完上條片之後，好多人 inbox 我，話想即刻去開美股戶口，買日本股票，照住5桶錢模型去做。但我今日要講嘅係相反，唔好喐，唔好即刻做。點解要等？因為退休投資唔係衝動消費，你可以計劃，但唔可以衝動。退休理財唔係買手袋，唔係換手機。你今日決定錯，可能會影響你未來20年嘅生活。特別係退休人士，退休之後代表你失去咗再賺錢嘅能力，每一蚊都係你人生嘅血汗。一個錯誤投資唔係輸10%、20%，係輸晚年安全感。咁所以呢，我誠意建議你呢，你可以計劃，但係你唔可以而家行動，至少冷靜1個月。5桶錢唔係公式，係原則。你可以抄低5桶錢模型：1. 現金；2. 本地工具；3. 美股；4. 日本股；5. 黃金。但係我要你明白，呢個唔係即刻要做。呢5桶唔係叫你即刻買晒，而係一個框架，幫你去諗自己應該擺幾多比例喺邊個方向。你要慢慢問自己：我係咪真係準備好開海外戶口？我明唔明白美股稅制、日本股優惠，我用唔用得着？我老婆知道我會咁分配錢咩？冷靜唔代表唔理財，冷靜係最理性嘅開始。計劃永遠冇錯，但投資最忌即刻手痕。特別係當你覺得我揾到答案嘅時候，就係最危險嘅時候。我成日講理財唔係搏命，理財係保命。你要保住自己同另一半嘅生活保障，唔係為咗贏其他人。你可以計劃，但係你要冷靜，起碼1個月唔好喐手。呢1個月你可以整理你嘅現金流，知道自己每個月用幾多，剩幾多，唔好亂估。睇清楚邊啲銀行、券商真係有正式牌照。SFC 網站可以查，唔好信啲話自己有關聯公司、有海外分行嗰啲。同時，我要再三強調，唔好信你喺網上聽到嘅人。唔好信你喺 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、Telegram， 甚至朋友口中聽到嘅消息，直到你自己親自查清楚、驗證過、睇過文件、問過官方客服，你先可以信半成。查證係麻煩，係要時間，係煩到你想放棄。但係嗰啲錢係你辛苦幾十年流汗流血賺翻嚟嘅退休錢，無論幾麻煩幾煩都要面對，因為呢場麻煩係為咗保命。最重要係唔好俾自己跌入後悔嘅局。一旦啲錢俾人呃走，唔單止退休冇保障，連你老婆嘅晚年生活都會跟住受影響。嗰筆錢唔止係你嘅積蓄，仲係你哋兩公婆辛苦半世打拼出嚟嘅安全感。最後一項，同配偶商量，2個人都要清楚錢擺喺邊，點樣用。退休理財唔係1個人嘅戰爭，係2個人一齊守嘅堡壘。記住，辛苦一世唔係為咗俾人呃一次，因為退休理財唔單止關乎錢，係關乎信任、安全感同你人生下半場嘅節奏。冷靜唔係浪費時間，冷靜係保命。投資可以等，但安全感唔可以賭。如果你睇完條片仲係好興奮，心諗唔得啦，我一定要即刻開戶口，即刻買美股，即刻買日本股。唔該你先唔好開 app， 唔好撳掣，去沖個涼先。係啊，真係去沖涼。因為當你沖緊涼嗰陣，你會發現水聲好似冷靜嘅節奏，幫你洗走你嘅投資熱血。等水流過你身嗰陣，諗一諗，呢筆錢係你辛苦幾十年儲翻嚟嘅退休錢，唔係俾你測試自己有幾勇敢嘅。沖完涼出嚟，如果仲覺得要即刻投資，咁再沖多次涼。因為真正嘅投資不嬲都唔係靠衝動，而係靠冷靜。有紀律嘅冷靜比任何投資都值錢。如果你話我真係忍唔住啦，咁我建議你聽呢首古典音樂聽6分鐘。係真係聽音樂，唔使你做乜，只要坐低聽下鋼琴，聽下小提琴，呼吸慢啲。6分鐘好短，但係呢6分鐘可能幫你保住成世嘅積蓄。冷靜真係可以幫你守住積蓄。好，聽6分鐘音樂。